完了，正式挑战来了啊！你还笑不出来了。上楼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！好精彩的路！你知道要顾上面要顾下面的，有点恐怖。啊！我的鞋子掉下来了。之后到天想去滑行这个，所以那个东西就是不错。另外，这个呢可以当绳子绑东西，可以做好看。还有可以当扫把，是不是？它这个拔起来可以当扫把。另外是里面的那个，它那个什么，把那个。它那个水，它的那个白的可以吃。我们是证明拿去猪肉嘛。那可以拿那个种树，那个种花。那可以拿来种花吗？啊，中间的不是空心的。果子哈，红色的，有朵。果子，哎，它的果子红色的，跟那个什么一样，有一点像那个小荔枝啊，刚好红荔枝啊。那个是我这里最喜欢吃的啊，但是你后面的那一个树，这个那个叫做什么呢？七里香。哦，七里香哦。就是制作贡献最好的，嗨，唱的意思是。我的那个烟熏鱼的那个把叶子，香火去还有，还是要把叶子掉。你看了，啊，很多，这边有很多一阶一阶的。啊，这边算是一个小平台这样子。不是他挖的呀。人住在这里。这样我了解了。啊，人住在这里，为什么不到下面就？我不是刚讲过了吗？对。下面那个阿弥陀会上来涂漆嘛，晚上会供给上面。哦，他就在这个附近挖了一个这样子，然后供给。住在这边。他为什么要供给？那我就了解了吧，他就住在这里。这时候在叫什么德嘎懂啊？第一次真的很值得，很值得。虽然路还没跑完，还没到一半，加油！好，虽然过程很累，值得，值得。漂亮吗？这里哦，高，刺激，刺激。往90度往那边拍一下就可以知道。好的，太帅了，到那边。哦，这里太帅了。我们的红布到了那个第一个流笼，我看上面好像还有第二个流笼，所以我们就加油啦，大家加油！这感觉非常非常的累，我只能说，圆圆你还是不要来好了。对吧？就感觉现在的小孩子很幸福，就体验一次就会知道了。期待要加油，健康健康，以前老人家身体都太好，就是现在就是吃太多，好。真的是走路程都是有够远，路
希望下次还有一样的活动。然后我觉得很棒啦，然后教官团很厉害，想了很多。那希望接下来行程能够。哇，我们跑到山上了，真的是好累，我们才走一半而已耶。高兴能够再次来到萨卡岛，来到这里，希望下次还会有不一样的体验。我觉得心情很特别，因为我们准备要往大理的路上，大理是我的部落。因为我爸爸跟我说，以前我们崇德这边的是从Hohos过来，Hohos是大理。然后他说他小时候他印象很深刻，他就常常跟着我的巴比到山上去，因为我巴比是传道人，去宣教。他从那个山上是用跑着上去Hohos，然后我今天是用爬着上去Hohos，那感觉很特别，因为我从来没有走过这一段路，然后还有很多感受啦。我觉得晚一点会整理比较清楚。我现在如果到那边的时候，我们看那个到大海，好挺累哦。